拨 ，sorry。贺琴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了，打电话也不接。他和妈妈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？能不能治好？妈妈，不管你的病能不能治好，都快点回来吧。好想你啊！他们都落实了吗？啊，已经办得差不多了，可能还要3、5。哟，少爷回来了。啊，方叔，回来啦。奶奶，我上楼了。去吧。哎，老夫人，最近一段时间，少爷的心情好像不太好啊。以前他玩惯了，突然改变了生活作息，他肯定是不适应的。不过没事儿，过一段时间啊，他就习惯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少夫人是怎么劝少爷的啊。看来呀，这个孙媳妇儿娶的还是有作用的。西城也不怎么出去了，小两口呢可以在家里多待待，让他们俩呀好好的培养培养感情。我呢，也可以早日啊抱上曾孙子了。喂 ，Mr. Shaw， 来吃饭呢，好多美女啊！算了，最近我闭关修炼，你们玩吧，我不去了，拜拜。进来。怎么了？副总，关于城南那块地，我想向您请示一下具体的操作事宜。常副总，公司请你来是看中了你的能力，才给你这样的职位。如果连这样的小事你都不能自己决定，还要来问我，那么我要考虑考虑，给你的这份酬劳值不值得了。我主要想问一下顾总的意见，毕竟李老他们都觉得这块地没什么发展。李老他们的意见不用管，城南这块地我很了解，是很有发展前景的，去搞定它。以后没什么事不要上来。